人生最恐怖可能係無依無靠，人生最快樂應該係無牽無掛。好多人養咗一窩兒女，為嘅係要喺年老時，自己失去工作能力時有所依靠。但生活其實唔會太難，衣食住行方面，一條牛仔褲非常耐磨損，即使口袋破咗，補補便可以。食可以青菜豆腐，每星期豪華一下，去魚市場買一段鯇魚、欖角蒸脂。住可以喺中國二線城市，例如湛江，住出租房，行係公交車。問題往往係心魔，又叫貪嗔癡，呢涉及一個人嘅自信。所謂滾滾長江東逝水，青山依舊在，幾度夕陽紅。心境平靜，便唔會焦慮，唔會暴飲酒、暴食，太鹹、太甜、太油。食材中嘅洋蔥、杞子、蘋果都包含黃酮類 flavonoid 嘅保健成分，所以祝君健康。其實有自信便不必求別人可憐。我經常睇見盲人攞住一支盲人手杖，盡量幫助自己。有啲人出生便冇手臂，但能用腳趾寫毛筆字，我佩服佢哋嘅毅力。有錢人一定快樂，窮人一定凄涼不。但做人不能懶惰，希望俾人憐憫。呢個無依無靠嘅心態，注定不會開心。年輕時要努力充實自己，放下貪嗔癡，呢個便能夠達到或接近冇牽掛，人便自由啦。